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廚娘啦，好歡迎你哋嚟到我個煮食頻道啊！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港式西多士免油炸嘅做法，一炮過喺超級市場買齊材料就可以開工整噶啦，我哋一齊睇下點整啦！喺開始之前，大家記得先訂閱我個頻道啊，同埋記得撳埋個小叮當喎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我每次出嘅新片啦。大家首先睇睇今日所需要嘅材料啊！我哋整一口西多士需要嘅材料就係咁簡單啫。如果唔想用花生醬，亦都可以隨意轉換自己中意嘅餡，譬如係榛子醬啊、朱古力醬等等。同一時間，我亦都準備咗一份英文版嘅食譜，有需要嘅朋友可以睇呢度啊。好啦，咁買好材料，我哋而家可以開始整咯。話明一口西多士啊嘛，大家可以預先將吐司切成正方形啦，然後將花生醬搽喺兩片吐司之間。我平時用開嘅係 Skippy 呢一款花生醬，呢一隻牌子嘅花生醬佢有兩款嘅，一款係幼滑嘅花生醬啦，而另一款就係大家喺熒光幕見到嘅，就有花生碎嘅花生醬。大家可以按個人嘅喜好去買花生醬啦，我就中意食呢一啲有花生碎嘅口感，食落去呢香好多。隨住其他國家嘅飲食文化傳入，仲有迎合食客嘅需要啦，有啲香港嘅茶餐廳慢慢就會加入其他口味啊，又或者元素入去啲西多士裏邊，例如好常見到嘅阿華田味啊、紫薯味，甚至乎係拉絲芝士味等等。的而且確，西多士加入咗唔同元素之後，可以為食客帶嚟更加多嘅新鮮感同埋選擇。不過廚娘本人始終都係中意食地道香港口味嘅西多士，即係裏邊用返花生醬嘅呢一款。臨食之前仲要加嚿牛油淋上糖漿同埋煉奶先至夠邪惡夠滋味㗎。不過而家年紀大就住唔敢落太多啦。整西多士雞蛋就一定唔少得㗎啦。今日我就用到2隻雞蛋。如果你哋用嘅吐司係厚身嗰款，咁我諗2隻雞蛋就未必夠用，你哋可能要加多1隻雞蛋啦。跟住就可以攞對筷子出嚟，將雞蛋打散。就係咁簡單啫。好，喺隔離呢，準備一個唔黐底嘅平底鑊，喺鑊裏邊加入一嚿無鹽牛油啦，跟住我哋開細火，慢慢等嚿牛油煮溶，要確保成個鑊都搽滿牛油嘅，然後我哋就可以將西多士染上蛋液 ，keep 住用細火慢煎西多士，基本上呢，唔需要咩技巧，就咁細火煎就可以做到噶啦。咁如此類推啦，將剩低嘅多士同樣染上蛋液，平鋪喺鑊裏邊慢煎，煎咗大約3分鐘到，就可以將佢反轉再煎另一面，直至到兩面都煎至金黃色，咁就 OK 噶啦。仲有唔好唔記得，我哋都要煎埋個邊邊位喎。港式西多士係一款極受香港人又或者遊客中意嘅地道小食，喺下午茶時間茶餐廳就可以揾到噶啦。不過叫一份西多士都唔平噶，連埋一杯紅豆冰都起碼要40蚊。今日廚娘教大家整嘅西多士又簡單又易整，仲拍得住茶餐廳嘅味道，食落去仲更加健康一啲。大家有時間記得試下整啦。今次廚娘嘅分享到呢度啦，如果你中意我個 video， 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記得 share 個食譜俾你嘅朋友喎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